来，弟兄姐妹平安，还有新郎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向我们的神来敬拜与赞美，因为他是行神迹的神。阿们。排长，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哈利路亚！拍掌再感谢、赞美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赞美神。如鹰展翅上腾，神已听见了我们的呼求，我们的渴望。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向来诉说，他带着我们，带着我们的渴求，带着我们的渴望，帮助我们。神已听见我的呼求，哈利路亚。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阿们。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
的大家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上腾，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的神，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大家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软弱的我变刚强，我何时软弱，我就何时刚强。因为主的恩典够我用，帮助我们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目前的困境与困难。因为神离我们比什么都要近。感谢赞美主。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的神奇。软弱的我变刚强，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的神奇。和散那，和散。和
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我要渡过的那江，再次洗净我的罪，现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永流着。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在祭神的江河中，祝福赐我站起来，高唱的救你的歌，耶稣赐给我自由，在祭神的江河中，祝福赐我站起来，高唱的救你的歌，耶稣赐给我自由。哦撒那，哦撒那。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哦撒那，哦撒那。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哦撒那，哦撒那。哦撒那，哦撒那，钉死十架的羔羊。哦撒那，哦撒那，耶稣他已复活了，耶稣他已复活了。阿妹。阿妹每天都哈利路亚复活，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复活。我们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神的话语哦。我们读神的话语要大声的开口，好不好？大声的声音，出声音宣读哦，哈！来，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几章？今天是马可福音第1章4到11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果然，约翰在旷野出现，为人施洗，并且宣讲：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你们的罪。群众从犹太各地和全耶路撒冷到约翰跟前来，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约翰就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间系着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他宣讲，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伟大多了，我就是蹲下去替他脱鞋子也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过了不久，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约翰就在约旦河为他施洗。耶稣一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传下来说：“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你。”以上1到11节 ，OK， 我们可以先回到我们的位置上面哈。我们今天要来领受的就是主题是记得你的洗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是不是都已经洗礼了？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欢迎哦。还没有洗礼的人，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恩典哦。今天我们的领受就是我们第一个就不要忘记你是谁有一个美国的那个牧师，他是男牧师哦。那他在
在分享的时候，他在说他的高中的时候，他就交女朋友了。那高中交女朋友呢，他就要约会嘛，对不对？爱约会哦，一定爱约会嘛，我不让他结婚哦。OK， 所以呢，他礼拜五就是小周末，他就开始就会每个礼拜五的小周末，他就开始要去跟他女朋友约会。可这个时候呢，他每次要出门的时候，他的妈妈就站在门口。要来跟他道别嘛，就送他们出门。然后很重要的是，妈妈就一个很严肃的脸，就很严肃的对他说：“不要忘记你是谁。”一定会提醒他不要忘记你是谁。这个妈妈，这位美国牧师的这位妈妈，是不是因为怕他等一下失智，不知道我给叫什么名啊？还是怕他说带你出去不要等啊？是按那个意思吗？不是哦，这位妈妈跟他讲说不要忘记你是谁，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个提醒是谁？因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现在跟你的这些女朋友、这些跟陌生人在一起，或者跟这些不是基督徒的这些人在一起，你会不会忘记你是一个基督徒的人？你的身份、你的行为、你的言行，会不会失态？会不会丢了耶稣的脸？这是他提醒他的儿子，不要忘记你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叮咛。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在这个多元什么都讲多元的社会，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哈。因为有很多的宗教团体，或者有很多的心灵老师，都会用无所不用其极的在鼓吹你，他要把他的观念要给你，甚至要把他的观念变成是正确的，你要放在你的脑袋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滑脸书哦，我很常滑脸书，我的脸书会出现一个广告。但是我只要按进去读它，我跟你讲，那种广告就啪啪一直出来。什么广告你知道吗？就是今年最大优势、最好的运势有3个星座。有没有看过这个？他就会，那你点进去，就开始讲哦，今年2024年最好的运势、最好运势的星座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读了进去说，哇，天哪，我双子座是不是在里面？读进去这个东西会一直出来。我曾经按进去读过，我才发现这种流量很大，就会一直进来，还会跟你讲，你要不要长年益寿，要不要活100岁？你都跟你讲哦，你都要做3个动作，这3个动每天都要固定做15分钟，这个动作做了，你就会百病就会都会没有掉。他会告诉你这些东西，是这样子吗？我也曾经做过。他甚至会告诉你说，家里要旺，你要怎么样？你要养什么多肉植物？你要养什么盆栽？这个盆栽要放在哪里？哪一个地方？你们家今年就要怎样？原来你们都有点进去过。OK， 这个就是现在的社会不断的用它的价值来告诉你，你要听我做什么，你要怎么样做，你要得到什么样的资讯，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复杂的社会，还有现在是在全部都在网络的讯息里面，它会不断的告诉你它是专业的，只有你要遵照他的走，那个价值观就会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回想，我们再想一想，我们洗礼了，洗礼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我们想，我们在座的都已经洗礼了，洗礼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上帝所爱的儿女。这个身份是极其宝贵，这个身份是多么的重价，因为这是一个舍己重价赎回的。所以我们第一个，不要忘记你是谁，就像这位牧师的妈妈会提醒他的儿子，不要忘记你是谁。第二个，上帝的爱子。今天我们是教会的，今天是教会节期的主受洗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受洗的这个日子。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主耶稣他受洗的那个过程。刚刚我们读到马可福音这个第1章，马可福音1章4到11节，就是在读耶稣受洗的那个整个过程。我们再重新认识，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再来重新认识主耶稣受洗的那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甚至我们来反思我的受洗的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为什么要受洗？你为什么在当时你决定受洗？还是我已经忘记了？还是那时候我是懵懵懂懂的，人说受洗我就受洗。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他说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马可福音他会一直强调一个身份施洗约翰他在旷野在传讲道理的时候，他每次在为人施洗的时候，他一定会宣讲一件事，他会讲说：你们要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你们的
我们刚刚有读到的，他同时也会说，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比我伟大多了，我就是蹲下去替他脱鞋子也不配。甚至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我后来的是要用什么施洗？用圣灵。施洗约翰他知道他跟后来的那一位不能评比，因为后来的那一位比我伟大多了，我只能用水帮你们施洗，但是后来的这一位是用什么？圣灵帮你们施洗。这是施洗约翰一直在讲的。好，过了不多久，约翰就在约旦河为谁施洗啦？为耶稣。来，我们来想想那个场景，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什么就开了？天就开了，圣灵就如什么？鸽子一样就降临到哪里？降临到耶稣的身上，而敞开的天就出了什么声音？出了上帝就说了一个声音，就说什么？你是我亲爱的儿子，然后呢，我喜爱你，我喜悦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的表明。耶稣是谁喜欢的儿子？是上帝喜欢的儿子。他的身份在这个地方就很明确，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上帝的爱子，他很重要的一个身份。而且耶稣宣布，我疼爱我的儿子，甚至表明上帝对耶稣的接纳与疼惜。实际上，我们在马可福音书可以看到很多关键的时刻。他一直会强调一个主题哦，就是耶稣他的身份哦。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章1节记载着啊，就上帝的儿子，他一开始就要马可福音一开始要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他就特别讲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是讲耶稣基督，而是讲上帝的儿子。他把这个身份再次的确认，再次的告诉大家，甚至于作者他知道在第二个地方，马可福音的9章7节，啊，在这马可这样描述，耶稣在山上要改变形象的时候，上帝再次的从云里发出声音来，对着耶稣说什么？对着大家说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说，就说我看啊，从云里出来，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好，上帝就再次的从云里出现的声音，就这是我亲爱的儿子，再次的来表明耶稣的身份。在14章61节的时候，当耶稣他在议会被接受审判的时候，那时候审判的时候，耶稣不发一语，可是大祭司就在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是那位该受称颂的上帝的儿子？”连大祭司也再次的来确认，你是不是耶稣基督？你是不是那个基督？你是不是那个该受称颂的那个上帝的儿子？这耶稣的身份再次的从大祭司的口里被说出来。最后在15章37节的时候，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位外邦的军官就宣告：主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惊叹号！所以马可福音书在很重要的时刻，他会一直强调耶稣是什么？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上帝的爱子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那再来，已经接受洗礼的人，你我都已经接受洗礼了。我们在洗礼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再重新再来回复思想一下，你在洗礼的时候，你有没有诚心承认、相信？替我们受死的这位主耶稣，他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子。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承认，他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子。这个步骤很重要。当我承认、我相信他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子，第一件事情我承认、我相信，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我就因着我相信他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子，他为我受洗，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的身份就变成什么样？与耶稣一样，就怎样？我也成为上帝所疼爱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就借着耶稣基督，我的身份就变成我也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女。第一个是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女。第二个，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怎么样？我也成为上帝所疼爱的儿女。第三个，当我相信上帝是那位救主的时候，他是为我舍己、为爱我的那位救主的时候，我就要相信一件事情，我就要心里要决定相信，而且要宣告一件事情：我的上帝，我的耶稣，这位救主，他无时不刻都与我同在。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决定哦。
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每天都要如此决定，如此的来宣告。我所信的这位救主耶稣，他每天都与我同在。为什么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环境有困境啊，甚至有人讲说：“啊，咱就刚刚教会无牧师啊，啊就咩啊那烦恼啊，啊大死啊，会死吗？”可是有人这样跟我讲，大家已经把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这位耶稣救主已经忘掉了。刚刚牧师会死去啊。那对，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真的相信他在带领我们吗？我们的前面的路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在带领我们，他与我们同在耶。我们在困境、在患难或在迷惘、在迷惑的时候，在害怕的时候，谁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决定一件事情，我要相信啊。所以我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全人要完全的交托，完全的安心交托给这位主宰的这位神，这位上帝，他的儿子，他所喜爱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可以成为我们永远同在的那位同伴，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家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今天这个礼拜是1月7号，你知道我们要干嘛吗？礼拜天。圣礼典，对不对？2024年第一次的圣礼典就在这个礼拜1月7号。弟兄姐妹，我要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提醒，你在领受圣礼典的时候，你就是吃这饼喝这杯，就这样子而已吗？如果我们只有在做这个仪式，其实有吃没吃都一样啊。那为什么我们要一起要来领受这个圣礼典？就再次的，我说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当我们在拿这个饼、拿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在等待一起同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就像我刚刚讲的3步骤，那个3个东西我们要重新再来思考。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已经在受洗人的时候，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为我舍己的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子啊！他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子。第二个就是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我因着相信这位救主，我的身份也跟他一样，变成什么？上帝所疼爱的儿子，我要如此的确信啊！不是你有我无，不是咱都有，因为我已经相信了。第三件事情，我就愿意宣告，我愿意决定，我要交托。交托什么？我要把所有的环境、困难的环境、艰困的环境，等一下我们会跟肢体带到，我们会碰到我们的肢体，有很多都遇到困难呐。我愿意把这样的困难交托给这个每天与我同在、无所不在的这个主耶稣，我愿意吗？这是一个决定，这是我相信了，我决定要去做，而且我要不断的在我生活里面做这样的宣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来思想，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都被加洗干能够为开心的被加，如果我们停留在这样的层次，我们的耶稣为我们舍己，太不值得了。你们觉得呢？刚刚我有提到，我们这多元化的、这种复杂的社会里面，它会灌输我们很奇怪、扭转我们的思想。那价值会给我们很大的扭转。我在元旦就去小度假一下，玩了一下，去外国玩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到桃园机场。进到桃园机场之后，你知道吗？一进来，因为我们要入境嘛，进来在走道那个上，在那个走道上面，就一整片墙壁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告，整个看板很大，是一个化妆品、彩色化妆品的那种广告。那你想到口红啊、眼影啊，有色的各种什么敷脸的，什么有的没有的，你觉得代言人是谁？女性、模特儿，或者是名模？很有名的明星嘛，不是吗？一般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的认知是这谁会用？就女性嘛，太太、小姐什么嘛，一定想那嘛。我跟你讲，不对，我们现在也不是名模才是代言，也不是最有名的明星哦，是网络的网红在代言呐。你可能都在电视上你看不到他，网络已经全部泛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网红，而且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红？他是中性网红。他所扮演的是一个，我可以女生，我也可以变男生，我可以很 man， 我也可以变 hello， 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人在代言口红，这样的人在代言眼影，这样的人在代言肤色要变白。
所以这个世代，这个复杂多元的世代，一直告诉你，上工化妆品是干那查某会用的，我买使用啊，我要变查甫，我要变查某拢会使，它多么受欢迎。可是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天父上帝，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对不对？造什么？阿们啊！可是基督徒的你我可能走过这一排，我就觉得好美哦！我忘记我所信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所以这世界上的复杂价值，世界上的扭曲价值，已经在改变我们基督徒了。我们要非常小心。如果我们不灵修，我们不祷告，我们不亲近神，我告诉你，你会跟他阿们了，你不会跟我们的圣经阿们。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忘记你是谁。这个礼拜我们要洗礼，我们要再一次的领受圣餐。我们一定要来思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记得你的洗礼，因为洗礼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提醒我的身份的记号，提醒我跟神的对话，提醒我跟神的关系。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愿我们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神你的丰盛。神，你要让我们的信心如鹰展翅的上腾，我们要来呼求你，我们要来宣告。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歌词唱到我们的心里面。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
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是的，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来感谢，我仍然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站立，因为我们感谢的时候我们来称谢我们的神，我们要谢谢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一切，所以我们要站着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2023年，就是在去年我们整个圣诞节期各项的福音事工我们都能够顺利的完成，还有我们在下一页的12月31号我们的那个祷告会，跨年祷告会我们有非常多的同工一起参与，我们有60多位的会友一同来欢迎来迎接这个，用祷告来跨越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好，上一页来，我们要为着什么事工？我们要为今年新年度我们的事工的交接，还有计划，还有同工的人事安排，一一都就绪完成。我们要非常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合一的里面一起来完成这个重要的事情。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历经3年的疫情的冲击后，我们弟兄姐妹大约我们这样平均下来84%已经回到教会来聚会。阿们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没有被疫情打倒，有太多的教会在因为疫情里面衰微，到现在人还没有回来，但是我们迦南教会已经回来了。我们把这一切的称谢要送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今年我们是不是因为84%我们就感到很安慰了？没有2024年我们要突破84%，我们要向84%以上来冲破。阿们吗？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一起来开口，用你的声音来开口，向我们的神来呈现。我们一起来祷告，用麦克风麦克风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你是那教会当中，你爱我们迦南教会，你爱我们如此，我们真的是看见你在我们的带领下，在你带领我们进入那圣诞节期，那一切美好丰盛的祝福，让我们的福音事工一一的就绪，一一的完成。主你自己要成为我们那个牧者，你要成为带领我们前面道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你，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失去盼望。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相信神，你是我的神，你要祝福我们，你赐福一切美好丰盛就在我们的里头。在新的一年，我们仍然相信宗教继续的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丰盛之地，进入那个灵意的就绪完成。向神献上感谢，哈利路亚！为了弟兄姐妹有把谢谢他回到教会，那一切的美好向家献上感谢，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主啊，你是赐福供应的神，你是顾念我们又赏赐丰盛的主，在我们的渺小上面要看见神你为我们成全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谢谢你在2023年带领我们经历很深的与主同行的日子。我们深深知道，凡事都有主掌权，凡事都要寻求主你的面。从圣诞节期到跨年祷告会，甚至是同工人事的调整安排，以及新年度教会的新的方向，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赐下你的恩惠，赐下你的人力智慧，也把那个渴慕爱主的心就放在我们同工，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主，我们真知道我们要夸口的不是自己，我们要夸口的是神你的无限，神你的奇妙作为，还有你的奇异恩典。
谢谢你为迦南教会预备供应，一切都不缺乏。在新的一年，我们仍然要向主来高歌欢唱，我们仍然要向主来赞美感谢，因为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以上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接着下来，我们要为我们全球国家城市来祷告。我们知道现在是地球村，我们非常的接近。我们不要单单只为我们自己的事情来祷告，我们的祷告也不要单单只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我们要来看重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去年有2个战争，是什么战争？以巴战争，还有嘞，乌俄战争结束了吗？还没有结束。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就是要怎么样？要来拯救我们，就是要来用爱要来拯救我们，要赐下爱给我们。但是我们战争把这个爱的关系破碎掉了。我们一定要用祷告，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再来就是为1月13号，就是今年就在这个月，我们台湾，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要做什么事情？选举总统。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我们求神真的是让我们的这样子选举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不要让它变成分裂，也不要让谩骂就在这里营造的一切破坏伤害我们人民的事情。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做什么事情？就是开口祷告。我们甚至要为我们桃园，我们住在桃园，我们更要为我们桃园来祷告，因为桃园真的3步5步就有个什么庙。很多的寺庙，大大小小，就是林立在社区，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桃园求神兴起更多的教会，兴起弟兄姐妹一起为桃园、为国家持守祷告。让我们一起开口祷告。这一段我们要请淑清执事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让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主啊，主啊，合一得胜的关键之则是远离相爱的人，合一只有是让我们得胜。这属血气的征战只有带来更多的伤害。求主你保护，无论是以色列、阿拉伯、乌克兰或者是苏俄，人民要减少伤亡到最低。求主使他们的刚强、坚信的信心彼此守望、彼此带导。主要为求主你兴起各教会起来，为1月13号总统、副总统、立委的这样的祷告选举来祷告，祝福台湾的人民，祝福台湾，让这个政治是站在行公义正直的心意中，蒙神喜悦，走在神所命令的道路。也求主赐福所有的总统候选人，让他们有敬畏神，听从耶和华的灵，愿意让更多的来全能的上帝来主导，寻求神的帮助，让百姓能够让所有的候选人以百姓为念，带领国家未来，甚至于在桃园，我们能够兴起更多的教会，筑起祷告的城墙，为城市祷告，因为祷告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祷告是我们最好的权利，无论在哪里都要成为神的事工，让桃园成为以神为荣耀的祝福之地。主耶稣，你是空中掌权的主啊，你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使者。主啊，你要使不管是乌俄战争，或是以哈战争，主啊，都是在主你的掌权当中。主啊，你要使他们能够心里都是有平安的。主啊，那心里让他们有一颗和睦的心，来为百姓所思考。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台湾，主啊，我们的台湾，主啊因为面临的内忧外患，主啊，那我们台湾也刚好也面临的1月13号的总统选举。主啊，你让我们的能够显出一个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成为我们的总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走在神的道路上。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桃园，主啊，我们的桃园，主啊，你是主啊，在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只有桃园社区所有人所依赖的，所有人所得救的那个地方。主啊，让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在整个社区，让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分来同享主你的福乐，同享主你的福音。主啊，谢谢你，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着下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我们
教会有很多的事工都在一一的进行，特别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聘牧的事宜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神特别为聘牧小组的成员来祷告，求神赐下智慧跟意象，还有顺服的心，来带领我们的教会，让神你带领那个合神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的当中。接着下来，我们也要继续为着崇拜部，我们在上半年已经都安排邀请了主日讲道的牧师，我把它进行省略。我们邀请了林伯寿、郑正仁、陈伯志跟许荣峰4位牧师，他们愿意来扶持我们，来陪伴我们，然后在主日的讲道来带领我们。但我们要求神来挪去一切拦阻，让牧者能够顺利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服侍。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要新聘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关怀据点的干事，他所要交接的就是蔡佳琪干事的这个工作哈。那这位姐妹，这位干事，她的名字叫谢欣怡哦哈。那我们希望她是慕道友，那我们就为她要来祷告，就无论在交接的事情，如果让她尽快的融入到工作，那特别她是慕道友，我们也希望她的信仰好能够在透过工作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来培养她哈。好，那在1月6号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就这个礼拜6，我们教育部有开始要那个基要真理的课哦哈，那要开始了，现在目前已经有13位报名了，我们还要再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哦。还有中午哦，礼拜6的中午12点，我们青年牧区的定期会，然后晚上6点是我们的小会哦。那再来就隔天1月7号，就我刚刚讲的，我们有圣礼点哦。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每一项事工预定的事工都能够顺利进行，并为负责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来祷告哈，让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这一段我们请文成长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权柄和你的力量，祈求你的爱合一的灵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在迦南教会里。我们的心和眼目乃是要定睛在基督耶稣你的福音的事工上面。新的一年我们要来聘牧，我们要为聘牧这件事情，我们非常急迫的需要你的同在与带领，不是按照人的心意，乃是要顺服明白神你的旨意而行。求神你指引，使迦南教会得着合适的牧者来牧养我们。复兴迦南教会得人如得鱼，得着年长者，也需要得着新世代的年轻人，让我们能走出去来赢得新世代的心，使他们能够认识明白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同时我们也为着上半年我们要来牧养我们带领我们的这些牧师，求主你真的是纪念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那谢谢主你带领他们，感动这些牧者与我们一起同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继续来向前。求主也认识来将你那个纪念的每一位的牧者，他们的所谓事工，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1月6号所有的事工，求主你来为我们带领，让我们的每一项事工都得着你的祝福，得着你的成就，得着你所要带领的复兴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主啊，在目前的情况，我唔知要讲什么，只有恳求圣神替迦南教会祈祷，引导阮行头前的路。圣神感动，较一人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为教会头前的路来祈祷。主啊，以后阮悲伤痛悔的心，因为教会分裂的情况，羊群四散的惨景。圣神啊，阮仰慕奉你，直到你人民愿。上主啊，人民愿，人民愿，因为阮无看家己目睭的差苦，却看起别人眼中的丑仔伊。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求你予阮无搁将你钉伫十字架，予你的名受侮辱。求你予阮明白你的心意，行伫你为阮安排的路顶面，也予阮教会所有的核心成员各尽其职，照顾羊群，予你的教会继续向前行。上帝啊，阮这时也为着阮国内的聘牧，也是1月到6月所安排的牧者，以及教会教区关怀负责人员的安排，以及1月7日
的小会、千年会，这些代志，拢摆在主你的面前。愿主你保守看顾，互阮所安排的无受阻挡来进行，为着教会的将来来拍拼，踏出阮勇敢的脚步。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妹。现在这一段是为彼此代祷，我们有一个就新的加入哦，就是我们的有弟兄姐妹跟我们反映哦，哈，就是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我们都是不断的是为所有的事情来代祷，但是会觉得说啊，我自己有没有可能在祷告会里面被彼此代祷？啊，很谢谢弟兄姐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也觉得很棒哦。所以呢，这段时间呢，我们是要来请我们的在现场，我们也邀请线上的弟兄姐妹尽量到现场来，我们一同参与在这样的彼此代祷里面哦。我们就两个哦，不用去夫妻分开了哈，就是找不同的人一起来代祷哈，最好是姐妹弟兄这样子哈。然后呢，我跟丽珠做一个示范哈，我们的这段时间我们大概用3到4分钟这样的完成。就是比如丽珠跟我一起来代祷，那我只要跟丽珠讲说啊，丽珠，请为我的服事来代祷，让我们的心能够跟主能够更接近。而我就为这样的，他就为我这样的事情来祷告。那丽珠她说你要为什么？为工作哦 ，OK， 丽珠就说她是为工作祷告，那我就为她工作来祷告。我们不用讲得太琐碎，只要为大项的事情来祷告。大家来试试看，我们来操练，让我们彼此都能够被保护，在祷告里面被保护、被照顾。我们起来哈，我们起来去找一个同伴哦哈，那我们就一起来。那我们敬拜团也要哦哈。我是跟他们我们4个，2个22啊，22，没关系，他就先这样哈。好，那我们一起来。来，站着。好，那你在为他代祷的时候，请你的右手要摸着他的肩膀哦，好，摸着他的肩膀。该这么大，我们有这样子的一趴，我真的觉得很棒哦！彼此在祷告里面彼此代求，彼此祝福，我非常感谢。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位置，可以坐下来哈。我们接着我们要为我们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可以请坐哈。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欢迎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实体一起来祷告。一起参与在祷告里面，我们需要用祷告的手来摇动所有的事情，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迦南教会同在，神与你跟我同在。
这几天哦，最近这1个礼拜哈，我们有发生的一些事情哦哈。我们青年牧区蓝恩典弟兄，他在2023年哦，去年12月28征召当兵哦，求神保守他的军旅生活能够敬神爱人，守法守分，借此来归荣耀的主圣名哦。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为我们成人牧区哦，第2跟第3都是一样哦。我们为成人牧区第2组哦，戴小琴姐妹的先生张良洲先生的脑部出血开刀已经开完了哈，那我们求主继续来看顾哦，让他的恢复能够慢慢的这样恢复正常哈。还有第3组，我们的亲爱的陈立志长老，他现在住在长照机构，他现在每周都要洗肾3次，非常的艰困哦，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正求主来医治，让他早日恢复健康。下一页是我们青年牧区哦，哈，我们青年牧区有陈义纯弟兄哦。他的祖母陈黄菊枝老夫人哦，在去年12月24号辞世，愿主安慰的灵与主同在。还有我们青年牧区今天下午哦，就是我丽珠，还有那个松辉长老，还有那个我们的主任，我们4个人，我们有去到灵堂跟那个婕妤的爸爸哦哈林景宽，我们有来跟他就是行礼了哈，来探望婕妤，这个太意外了哈，在当天这样的一个意外很辞世，大家都很震撼，他们家人也都很难过。我们求主的灵来安慰这些遗族哈。还有没有下一页？没有了哈。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现在这肢体来祷告。当然还有很多癌症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一起来开口哦哈。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让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带祷，我们能够用祷告来托住彼此。主要在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用祷告让圣灵的带领，让圣灵的医治，让我们来更多的经历你。所以我们为了今年牧区的蓝恩典的当兵，还有义成的祖母在24号辞世，以及婕妤的爸爸林景宽先生这个意外辞世，主要求你安慰的灵与他们这2个家族同在，虽然都是一般传统信仰，这个求神让他们来经历你的平安，经历你的同在，在他们家有一个这样子的信仰的种子，我们相信在他们的后代，在他们的往后，他们要更多的与神来亲近。主，你就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来听见你的福音，来认识你的真理。主，我们为了立志长老在长照中心的这个恢复医治来祷告。主，神你预备他，不只是他的医疗，还有他的住宿，以及他的日常的照顾。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是供应的神。主啊，你所爱的儿女绝不撇弃我们。我们也求神给立志长老有这样的信心，让他更多的来有主的扶持。我们也为了戴小琴姐妹的这个丈夫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对是属信主的，求神你让他们来经历你的信实。主啊，你是掌权环境的主，我们的肢体有在痛苦、难过，甚至绝望的光景中，他们正受到病痛或与亲人离世的艰困里面。我们恳切的求主，你来保守他们的心，在逆境中，他们依然能够知道神你是他们随时的帮助。在等候盼望的来临前，他们对主的信心是不动摇的。他们要在逆境中仍然开口赞美，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再看困难为最大，他们的心里乃是看到神，你比困难更大，你超越一切大困难，你胜过所有的死因幽谷。你的盼望是在习在今在永在，一切都在的。我们所相信的是那死里复活赐下永生盼望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为了今晚的祷告会再次向主献上感谢。主，你要用最适合的方式要来建立我们，你更要用怜悯慈爱的心浇灌我们，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你。迦南教会是属乎你的，在过去你如何带领我们经历了58年，在现在在未来，主啊，你的手仍然不离开我们，你要带领我们突破现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应许，让我们继续尝到丰盛主恩的甜美滋味。谢谢主，你如此爱我们迦南教会，爱我们弟兄姐妹，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着今晚的祷告会向你再次的献上感谢。主，你继续来复兴我们，兴起更多人一起
起来祷告，兴起更多人来呼求你，因为每一件大小事情，我们都需要有主的同在。我们把今晚的祷告会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信奉靠主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起来，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在你没有难成的事》。阿门。天在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铁彩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